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门西草，东南西北马街都草。也是啊，谈讲土的地方哈，个沙滩啊，去到南庄啊，不记得看你台湾那个产业系冇？其實唔係其他嘅事情，不過親手如是，是差唔多去年冬夏嘅下吼，我要撈嘅屏東嘅按照榕樹青港發展協會，記到土人到團然後要帶人嘅檳榔山，還個要到其他嘅相關嘅藝術嘅產品，還有台灣嘅農莊吼。做民俗方面的嗰種嘅經驗吼，去到嗰邊到茶莊台埔嘅會館吼交流，假日咯會做得。哦，南莊嘅事情啊。係啦。本先生，你南莊是去到真多啊哈。你看南莊人啊，老台灣人有乜個差別啦？呢個感想哈，曉講當多種語言。好，也英文哈、馬來文哈、華語個客話、潮州話哈、福建話，冇錯兩個一種方言。我今年也參加緊柔佛古廟哈遊神，青老年後生人多參加，印象深刻。哦，南莊哈係你過去講哈非常特殊嘅特別所。不過咧，一般人對南莊哈，實在冇機會睇啦哈。但嗰啲啊產業哈，咩啲台灣哈，後生人親從事東西哈，因為請教哈，自教授啊，啲啊台灣那個產業啊，尤其客家人哈，啲啊文創嘅產業哈，唔知啲啊情況有冇？客家產業真重要啦。客家产业哈，我想我从2个角度来看，来分享哈。第一个就是客家产业在当代它的面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客家产业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过去的客家产业比较属于山林产业、山林经济，例如说樟脑啦、香茅啦，或是这些林木啦哈。比如我们在东势啦，我们在这个北台湾的这个台山县这个地方哦，这个客家产业跟山林经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传统的客家产业的经济的面貌。但是随着都市化、工业化之后呢，这些产业有的是没落了嘛哈。那我们的客家乡亲，我们的客家文化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产业没落的情况呢？其实就发展出了这个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所以当代的客家产业，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面貌，就是文化跟创意。那这个文化就是运用在地的客家文化，加入新式的创意，来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新形态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台山县，我们在台山县北台湾的客家庄这个人口密集最密集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最主要的、最具知名度的这个所谓的特色产业、传统经济，大家都知道就是茶叶，对不对？不管是我们关西的红茶，或是北埔峨眉的东方美人茶，过去我们的乡亲当然很自然的都是依靠这个土地在种茶啦，茶园啦，然后自己烘焙啦，自己做茶这个就是我们北台湾台山县客家庄的一个传统产业的经济的面貌之一。那面临的都市化、工业化之后呢，这些产业它变迁怎么变迁呢？我们没有退却，虽然我们的种植面积减少了，我们产量可能减少，但是我们运用了当代的文化创意。我们运用哪些方式呢？我们变博物馆化了。所以，我们台山县现在的光以茶叶的为博物馆的就很多了。大家可能会很疑惑，就是说，传统的茶园，传统的制茶业者怎么变成博物馆专家呢？开起博物馆来呢？确实是如此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北埔的北埔第一站它里面就有一个蓬风茶文化馆，在我们的峨眉呢，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东方美人茶故事馆，复兴岛茶厂。各位到这个地方去呢，不只是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在地客家的茶叶这个茶文化之外，
还可以了解整个茶叶的整个生产的过程，还有整个茶叶的整个人文历史各方面。这个就是非常独特的地方哈。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3个这个博物馆之外呢，我们关西有红茶厂啊，也有红茶博物馆，我们景泰有个观光茶厂，所以我们这些传统的产业已经不是用传统的概念在经营了，我们已经进步到这个所谓的文化跟创意的一个阶段。那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我们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丢掉我们客家的传统文化。制茶人家的务实，对土地的关怀，还有整个制茶的过程的技术的精进，都是一代一代累积的，而且永远坚持下去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引进了新的文创的概念，我们把它博物馆了。所以我们把这整个台山县最美的这茶文化呢，开放给所有台湾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乡亲，我们海内外的朋友都来到台山县来了解这个客家的茶文化。那为什么客家有非常这个独特的茶文化呢？大家可以清楚，茶对客家人来讲，它不只是一个产业而已，它是个文化。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中南部的这个茶庄哦，阿里山、鹿谷也好，茶对这个阿里山跟鹿谷来讲，它是一个产业经济。但是对客家乡亲，我们客家乡亲来讲，它不只是一个产业，它是个文化。所以我们有山歌，我们有采茶戏。所以我们是结合生态、生产跟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整个台山县以茶文化为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非常丰富、非常这个丰沛的一个所谓的生态博物馆哦，让人怎么样进来这个地方，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探索，不管是资讯的，不管是文化各方面。所以今天整个客家文创产业的面貌，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呢？当然也有，还包括客家餐厅。所以你进去客家餐厅的时候，你除了欣赏到或是吃到客家美食之外，其实还可以了解到很多的客家饮食的文化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当多元、相当多样貌的，而且是不断在进步的啊。所以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奠基在传统的一种创新。这是我刚所讲的客家产业目前的一个面貌。那也因为这样的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创新，应用文化跟创意，不断的进化跟创新之后呢，让整个客家文化啊，可约莫在10-20年前，从比较边缘，从比较非主流，慢慢怎么样，从幕后走到台前，让大家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哦，原来到处朗朗上口的客家哈嘎文化等等这些，已经变成年轻一代非常耳熟能详了哈。所以客家产业展现了当代的新风貌。同时，它也扮演了促进客家的不断的再造。于老师是不是可以请你补充一下？刚刚你提到的主要是像茶叶啦这一类本来的生技农业，或者当然它是有经济取向的生技农业，文化化以后变成一个文创产业。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家饰啦、艺品啦？或者乃至于音乐、美术这一类的文创产业，客家的有吗？罗老师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用这个饮食音乐来讲。我刚提到了，除了这种传统经济、茶叶之外，我们的饮食文化、餐厅之外，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饮食音乐。譬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声响的这个林声祥的音乐，他的音乐诉求了，或是诉说了，或是把土地的声音把它给呐喊出来。在台湾的现在这种主流音乐当中，其实是非常清新的，其实是非常隽永的。这样的一个主流，这样的一个客家音乐，在当代的音乐的这品质品味上是非常独特的。我想不只是林声祥哈，包括这个颜志文的三锅胎等等这些乐团，其实我们慢慢看到了另外一股非常重要的客家文化产业化的一个新兴力量，就是这些音乐。我想指日可待，这些都是在主流之外，在整个华语音乐之外，可能客家可能是未来最具有文创、最具有市场潜力的一个非常新兴的力量。这是音乐的部分，当然包括木雕啦，包括这个所谓的饰品啊等等啊，或是我们的客家的花布，我们的这个文创业者真的是已经群聚化了，而且怎么样？融入了非常多的文化跟创意的概念，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时候，实在是可以介绍太多了啊。总体来讲，整体而言总而言之就是，
不管是各行各业的客家产业哈，今天在这个业者的自己努力之下也好，在政府的官方的一个扶持也好，还有我们产官学界不断的建构平台来扶持之下也好，整个客家产业它基本上是展现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看到的一个新风貌，而也让客家文化那个从过去的这个幕后走向了台前。整个客家产业它基本上是展现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看到的一个新风貌，而也让客家文化那个从过去的这个幕后走向了台前，创造了一个所谓我们认为说，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讲说，客家族群应该是一个很旧的啦哈，那个一个古老的，对不对？它其实不是的。客家的文化现在其实是相当的夯的哈，相当的一个热门的。我想慢慢的在商业化、在市场化这方面，它的绩效、它的成绩应该是非常好。那有一天客家文化也会变成是人们愿意去亲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所以您大概会同意，就是这个以客家作为一门好生意，已经从原本的红海慢慢打出一个蓝海市场，然后已经切割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是的有产值的一个。我完全同意刚刚罗老师这样的一个讲法。有得于老师係好關心是講三業本身啦，嗬，用文化用辦提高三業嘅產值。不過我哋呢非常關心是講沙器，冇是講倆按因嘅性格定位係唔係，然後客家文化本身，韓國客家社會本身有直接嘅個貢獻，韓國觀點係唔係呢產業方向來看出來客家文化三業你所關心嘅面向。新聞都搞笑。因為我在新竹人北部鄉，我非常認同李教授頭先講嘅，我受解我哋北部嘅茶、擂茶方面嘅產業，我主要是3方面嚟受解，客家產業，因為我碩士論文嗰陣，我哋高雄大學讀書嘅陣，我是當關心北部嘅農村啊、社區嘅問題。我哋中央大學博士論文，我是專門專攻按照社會企業一方面。第一點，我發現講，按照客家產業，特別按照社會經濟嚟做一個目標。有冇講？大家係咪啲？北部鄉嘅苗片嘅，當做阿土哥嚟唱歌，就會炒緊鬧熱，就會影響到哦，啲要北部。嗰時解決我哋特別北部。我從一單大北部，當然新部北部搞唔清楚，道理按新部北部搞唔清楚，因為阿土哥啲嘅苗片唱歌，因不然認識北部，睇嚟北部嚟賣東西嚟認識北部，一個第一點，本人認識講按照社會經濟嘅目標。第二，進入講按照合作經濟，你們講，你係客家產業咩特別？單打獨鬥嘅方式，我舉個例子，你啊新竹人要就結合新竹人要13隻鄉鎮，13隻鄉鎮成立一個新竹特色產業發展嘅協會。幾樣有冇做咧？13隻鄉鎮變3體鄉，全部大家合作嘅係哪位？係讓人做文創學習，擺攤呢用班研究，都是用班買一貫作業。唔係用頭擺，人想到哦，我這個做餐，我這個賣，唔係。你話聯合13項鄉鎮，用班想辦法改變。聽講依個講係，文化創意產業一連起來。你話聽我講係按第一點叫做合作嘅經濟。第三，我哋觀察到按照社會企業按照模式，我點樣講咧？因為你下我發現，因為我做過北部鄉體育節嘅樂齡中心嘅主任。嗰陣我做體育節目嘅，我總係發現到我簽簽當難啊！特別係搶簽哦，做乜啦擋唔到，我寫計劃要簽要調慢下來。我特別做體育節目嗬，嗰陣真緊啊！應講萬事起頭難啊！做體育節目特別
像老人家来上课啊，全部那东西怪异啊，冇奖品的哦，冇人来上课，越钱要奖品哦，底下都有来上课，代表主任你要上来上，来上课吗？好啊，要奖品吗？大家係咪啦？要是咪來，冇睇你是唔係來。我時候發現講，用社會企業觀念的方式來解決人問題，我是記者單位，沒有啲人啊，叫做雙聯社企，我一擺房機，我時候眼佢講，奇怪，你這個雙聯國小咧，學校明明係廢校咧，是剩30窮三學生啊，就政府嘅規定，個學校係收起來，個結果呀，佢想辦法，用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嘅方向來維持，佢慢慢做咧，佢簽咗中英大學聯合作，佢採提總利益嘅各種利益人。第三，那學校就雙聯學校，3家學校3方面嘅合作，賺嘅錢30%落學校，30%本農業，更嘅總利益佢就係什麼？還有30%靠商本落業公司，係咩？大家按維持有錢嘅經費咧。佢今年嘅學校啊，嘅學校畢業6屆學生啊，我要請教佢嘅主任，佢因為按照社會企業嘅方式，佢13年哦，去菲律賓了10年，我看完全唔做出錢，強麼？實在要強。你講有可能做那間地山都嘅學校，明明是冇咧，跟嚟苦咯，因為苦個幾為做咧，要賺嘅錢。我時候發現我哋喺客家產業，唔係講投擺方式。不光能講聽依教授咁嘅方式，因為博物館嘅概念，我要翻講，都係叫講按照社會經濟、合作經濟、社會企業，用咁樣嘅方式逐步嚟解決咁嘅客家產業係目前一個趨勢。行業啊，潛多當到新嘅方法啦，啊，種文化國土啦，種企業合作啊，各式各樣法土，然後投擺客家種一個老實嘅個產業啊，變到新時代新嘅經濟方式，係咪嚇？個三後來嚇，因為現場來到呢非常難得嚇，來到南洋上來嚇，南來對台灣那個嚇，度嘅高秀先生嚇來談嚇，客家現象啊，呢樣叫做到個談啊，到中國啦嚇，要講100年來嘅，應該講南方山城咧啊，佢係要台灣嘅社會認同，我想呢個問題啊，呢東南亞學者啊，唔知有冇想啊，在東南亞的學者來看呢，這個關於中國的客家的這個研究，到底是北元說，還是這個從中國的南方發起的啊？我想這樣的一個學問呢，不知道莊老師，您在這個研究這個客家是有什麼樣的一種想法？其实我们对北元说、南元说，我们很陌生啊。应该是说我们在东南亚的学者、研究客家的学者，我们不是很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关注什么？我们关注的大概就是从有客家人移民到东南亚来开始来说这个，所以大概就是主要的就是集中在这200年来，我们的客家移民在这片土地上，在东南亚这片土地上做了什么？好，如果是说历史的话，可能在新马地区来做例子，槟城的客家人，对，因为他们很早就有他们有自己的会馆，或者是在沙劳越的那个罗芳佛，这些历史，然后还除了这一些历史之外，可能我们会进入比较现代的话，就想，社会组织，例如新加坡的客家会馆，或者是讲的产业，例如，典当业、白铁这一些。然后至于源头是哪里，我们真的是比较不关心，而是关心，这片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干嘛？像如果要说的话，我们说源流，我们会说，我们那边的人来到了这边之后，我们的移民，这些移民是怎么过来的？像我记得有看过文章，就是说，女性的移民来到了东南亚，在新加坡做了什么，他们怎么来等等。然后至于南元说、北元说的话，民间其实是有在说的。我们有那个唐号嘛，唐号就有人说，好像例如我姓庄的，庄的就有天水，有锦绣，一看就知道，这是北方来的嘛。然后你去翻族谱，好像我自己翻我自己家的族谱，就说，我们家是从
从开封搬过来，搬到福建，再从福建再搬到广东这样子，就是再会强调，我们都是从北方来的，所以简单来说，学术界我们就很少谈南辕北universi，然后民间就会说很多，可是我们民间的南辕几乎是不谈，主要都是在谈北universi。然后更好玩的就是我自己开始研究客家，还发现，原来台湾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跟那个客家的运动、社会运动有关还起来的。所以这种对我来说，东南亚对我们这种东南亚研究客家的学者来说很新鲜的。庄老师这个大概很精确的反映的这个一般在马来西亚本地的研究者，对于方言群在地的研究上基本上所采取的观点啊，所以也就是说比较特别注意会馆方言群还有他们彼此的互动这一类的话题。那这些我相信一定非常多细节，是不是请厉老师再为我们再解惑一下？好。我想讲的就是几个点啊。这个北元说，其实在会馆里头，有就是强调的，尤其在很多的这个会馆的博物馆，我们看槟城，刚才因为庄老师提到的这个在槟城的这个部分，槟城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客家公会有个博物馆，你就会发现你进去，它就挂着那个罗香林的那个5次的迁徙。那到了新加坡茶阳会馆。同样的，它的博物馆里面又有那个5次迁徙，你会发现那个虽然那个所谓的民间这一个或者学者那个关注点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发现北元说这个部分，其实在当地新马客家人的一些，尤其是会馆这些年纪比较大的，我讲这个年龄在60到70左右的这一个年龄的人，都会认为是中原，因为觉得这样子会让自己比较高人一等，尤其客家人，虽然在马来西亚它是人数相对在华人来说第2多嘛，在新加坡它人数就比较少的这个情况，大家发现这一个北元这一个部分，还是说如果转个话题了，如果你说我们客家人是南方的，跟土著通婚的，我觉得老人家们呢，这个反应其实会很大，觉得我变成是野蛮的，或者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个民族，他会有点不高兴，他会觉得罗香林那一套的理论，那个中原贵族的这种是有它的卖点在这一个区域里头，这个是在我在这么多的田野里面发现的这种状况这样子。那固然对年轻的一辈来说，年轻的一辈。就是在台湾所谓的6年级生、7年级生或8年级生，他们倒不会真的这么关心，真的是我们是从中原来的这样子。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场合，尤其这种客家的宴会里头，这一些的领袖们都会一直强调这种中原的这个部分呢，因为他觉得这样很伟大，因为把年代一直往前推，就觉得。这个民族是很伟大的这个部分。黄贤强老师好，我们知道你有写一本书《新加坡客家》，那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书里面主要对新加坡客家的研究的成果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那本书那个2007年那个出来之后，可能是算是比较早的一本对于新加坡的客家的历史比较全面的介绍。当然不会还太深入，但是是全面的介绍，就是从。这个也反映出新加坡客家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先从它的移民史，如何从中国移民到东南亚来，然后再来
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特别关心的新加坡的社团有会馆的那个组织啊，它以及它的功能，然后也有一部分在谈它的饮食啦，它的庙宇信仰啊，甚至还有谈到客家的文学等等。所以总的来说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了。这个也就是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地区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趋势。回到就是刚刚厉教授呢，还有庄博士也谈到的这个研究这一部分，我们没有特别的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了，就东南亚的华人对于南方跟北方，他的认同可以是有2方面的。如果你问他这客家人，他的老家在哪里？他说应该是在梅县啦、大埔啦，好，或者是永定啦，那个是南方的，是他的所谓的我们现在所称的侨乡，他会认定是在这个南方的。但是你再继续再追问他，就是客家人的那个渊源起源在哪里？他又会追溯到中原去了，就是把那套就是5次的这个迁徙的这个历史，它也能够朗朗上口的就会讲得出来，所以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也就是刚刚厉老师其实也提到很多的会馆里面，在介绍他们的客家人的历史里面，可能如果有展览馆的话，它的第一个展馆就是那个5次的迁徙，从中原迁到这个那个粤东，还有或者是闽西那一带，再迁到南洋来。那至于说南元说，基本上可能也宣传的也不够了。相对来说，新马的的学者也好，这个客家人也好，对于这个渊源是从南方的跟这个少数民族这个长期的这个融合而形成的，对他们来说的确是比较陌生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洋的华人他基本上都认为中国是他的那个祖籍地嘛，所以中国一谈到中国，他们的历史观里面就知道中国的中心就在中原，对不对？所以很容易想到，客家人的祖先就在中国的中心，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就是在中原。尤其是说从追溯到唐号姓氏的唐号的时候，都是在中原，都是在北方。张先生就向来回应了哈。因为刚好我就是老师所说的那年轻一代。然后其实，我其实我的理解，我的观察，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讲不出自己来自哪里。可能他们说我来自大埔 ，stop。然后接下来说可能你问他哪个乡，就真的完全答不出。然后也有另外一种趋势啦，我认识的人里面，他就是会说，我知道我来自广东，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不用问我。对。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客家的年轻人，东南亚还或者是台湾一带，就会说，以后我就真的不管了，就不管这一些了。而且现在我就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在地的认同越来越强，可能以后就说我来自哪里，可能真的越来越不重要。厉老师，我觉得这个你老學生鄉下嚇，看到後生嚇。来老一点的後生也。我想这个新马要分开来看这个在地化的。我觉得新加坡在地化这个过程中，年轻的这些包含客家人在内，他进入这一个在地化的过程中是比较顺利的。马来西亚这个在地化的，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形成。它因为它有一个政治的力量跟一个不平等的一些政策的影响之下，让年轻人这个在地化一直有一点障碍。所以现在你问，固然刚才庄老师所说的，年轻人可能是说，我不知道我什么祖籍的。未来的客家的这些会馆，可能以后他也不再分大埔，他反正你只要是客家人也可以进来，也有这个趋势会发生。问题是在这一些年轻人还是说得出我是客家人，或者我来自大埔，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哪一乡那样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问这一些30岁、40岁年轻人，
你有没有发展成为，比如说我是吉隆坡的客家人，我是那个金宝的客家人，或者我是怡保的客家人？其实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非常少。大家还是会把它延续到原乡去的。但是你发现在新加坡，他就说哦，我是新加坡人，或者我是新加坡华人，或者我是新加坡客家人，这个次数真的反而少一些的哦。王先生这个来 Q 啊！我很快的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庄博士提到说，年轻人他们对于自己的祖籍会不会了解？我的经验是我上课的时候，第一堂课我都会叫学生填，到底你的祖籍是哪里？在新加坡的学生，大学生，我的经验这些年来的知道祖籍的话，大概只有不到一半，一半都不知道。那如果知道的话呢，他顶多知道是什么？广东或者是福建。刚刚说能够知道大埔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知道你在细问他们不知道，他可能知道他是福建人或者是客家人，知道广东跟福建，但是呢，他就不再知道下一步了。所以年轻那一代如果没有给他教育的话，他是不知道。但是现在就是也流行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就去寻根，也有旅行团回到家乡去，他们回去过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了。现在越来越多这个有类似这种寻根团，这个可能对他们了解他们的祖籍会有点帮助。意思是说，寻根也是一种产业，对，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探究文化的方式。是每年都很多团到那边去寻根了之后，到家乡去之后，然后又去参观那土楼啦等等的这些活动都有的。补充一点点小小的观察，一般上當然客家係一隻族群哈。不过在马来西亚，特别是马来西亚，我相对稍微熟悉一点。方言群本身，也就是客家以下的方言群本身，会产生另外一种认同。这个认同不见得直接是客家的。举个例子，就是河婆。那当大埔也有类似状况，大埔就有全马来西亚的叫埔种，就是大埔的同乡会或大埔会馆组合成一个大埔的总会，但它当然算是客家，但是跟客家总会或客属总会是不一样的。那我特别讲河婆，是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可能厉老师比我更清楚，好像是2002或2003开始，马来西亚有第一届的叫做马来西亚全国河婆擂茶节。就是擂茶这一个饮食文化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河婆客家的一个文化节庆，那擂茶的饮食也就不断的在马来西亚被谈到。那这个河婆也算客家，可是它不完全是客家，因为它就不是大埔，不是真龙，不是其他，甚至嘉应、梅江等等，它就有點不一樣。เรา記得เรา學嘅新馬幣咧嚇，喺台灣人啊要講應該係北部客家人、關西客家人、福橋客家人啊，我講呢樣嘅現象嚇，對於呢樣嘅客家嘅產業嚇有冇發展，有冇關係？從細我阿公阿太，我那時是天然時代北部，我到呢冇搬嚟北部，所以請教授講嘅冇錯，我兩小解，我講係北部嘅客家人，當然我接觸到，因為我研究專門研究土壤、建築、苗栗產業嘅發展，我就發現到老一輩啦後生嘅，佢哋嘅想法啦確實冇同樣。老一輩就像頭擺我講我爸我太佢哋講，你廣東回來，我頭擺做乜樣事啊？好似我哋厲害回來，唔係我講係台灣北部客家人，我哋北部做嘅東西。北部做企業邊，了新部做企業邊是冇共樣哦。北部嘅擂茶，了內灣擂茶，冇共樣，有沒有？因為你看，我是講客家經過台灣整個，我們台灣嘅內陸嘅落地就轉型。可是喺你認同嘅客家存在，有冇講？我講咗兩個地方時候咧，我實兩個專門研究北部嘅南部，南部村啊，上禮拜都得到新作日金牌農村頭獎。金牌，
用咪用，因为佢後生嘅力量落去咧，佢係村莊年紀比我後生。以前佢嘅上一輩做村莊嘅啫啦，冇人推動人嘅產業。佢就是特別種佢加班落飯書吧，特別是啲種飯書、耕種，這啲樣，或者啊，因為佢嚟轉咧接手以後，佢想辦法，聽以前就講文化創意產業概念加落去，想辦法佢哋就做了無毒產業。甚至佢想做到有機產業，慢慢的影響到新一代後生人對客家產業的想法是冇共同的。然後咩特別講又油又香，咩你係冇用嘅，健康嘅產品做出來健康好食，咁就會影響。還有隻應講嘅像糯米，應講糯米特別講佢是耕種嘅冇咧，佢咪較新嘅元素窯烤麵包。客家人一般冇咁樣啊，可是因為聽講嘅加入文化創意產業以後，迎合某本人對客家想法嘅觀念嘅改變，還有讓後生人佢冇被打病，轉咗以後，一旦佢想冇被學落埋，轉嚟結合客家本身嘅手藝嗰方式改良，就變咗而家人講像糯米，因為像天主堂，像我北部，所以像南部。所以你喺種情況上，經過你係客家新一代對客家嘅想法以後，確實老頭白就當嘅冇改變，有差別啲啦。另一種情形是講菜體本身產生這種價值啦。從北部嘅東西是有北部嘅價值，新部有新部嘅價值，這種地方性嘅認同到台灣係都明顯啦。這種情況下，想問一下余老師，就當文化產業一定有非常多各式各樣的賣點。剛剛跟伍德談到的是，在地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賣點。當然，它也包含，比如說它的碳足跡比較少，還有它的食材是當地的，還有受惠於當地。那這當然是我們在談文化產業也是蠻重要的一塊。還有沒有值得？以客家這個象徵，它的那個，尤其是我們講客家形成這個話題，在產業面裡的觀察。剛主持人還有我們羅老師，還有關老師所提到的這個地方我們比如說苗栗客家、北埔客家、大湖客家，對不對？跟產業的關係現在可能消費者比較清楚的就是，他會把地方視為產業非常重要的品牌，譬如說你要採草莓，大家會去哪裡採呢？當然是去大湖，對不對？首選一定大湖啊。類似的，譬如說，那這個卓蘭呢，可能就是這個葡萄比較有名，然後擂茶呢，可能就是在北埔，然後柿餅呢，可能都在新埔。那這些地方它變成產業的一個品牌，跟客家的形成之間，它究竟有沒有關係呢？是不是這個大湖的客家人特別會種草莓呢？那北埔的客家人就不會種呢？我覺得一個命題應該是這個哈。我這麼多年來的觀察，我認為消費者可能比較容易清楚，我理解的就是地方產業的品牌。我這麼多年來的觀察，我認為消費者可能比較容易清楚，我理解的就是地方產業的品牌。那地方產業品牌後面的這個客家文化的這個內涵啊，它是不是能夠跟這個地方的產業發展的品牌有關聯呢？消費者可能比較不清楚這一塊。也就是說，在當代的消費社會裡面呢，這個消費者認同的地方品牌呢，地方產業的品牌，比較着重在消費層面，他覺得這個地方的這個產品比較好，這個地方的產品的品質種植比較好，他就去了。或是這個地方有產業群聚，像北埔的擂茶是數量最多的，所以只要這個擂茶的話，那就應該到北埔去；要採草莓，應該到大湖去。我想是比較屬於地方產業品牌導向的。那跟客家文化的關係，它有沒有密切的關係呢？當然，其實是有一些密切的關係哈。那這個是未來在客家產業應該要去強調的啦。譬如說，在客家的形成當中，
在不管是南元说、北元说，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那代表客家文化它其实不是个静态的，它其实是动态的，包括到这个新加坡来，对，到东南亚来，这个客家它其实某一部分它其实受到环境的制约，比如说到了新加坡、东南亚来，它所生产的它的产业形态跟台湾就不一样了。好，那台湾的客家来到台湾之后呢，大部分都是在北台湾来讲，都是在这个比较丘陵台地的浅山地区。那这个区域这个生态环境，种茶啦、果树啦、农作产品是大宗。那到新加坡来，可能就不是没有这样的环境了，所以它的产业面貌是不一样。所以客家文化的形成以及它的产业的面貌，其实它深受当地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客家文化，或是这个客家的这个族脉，它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来，它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之后，它就有它的产业类别。相对的，换句话说，它其实客家文化它象征了一个人类适应环境的本能，它面对环境的，不管它是一个艰难的环境、困苦的环境，它都会展现出它的生命力。所以过去台湾的客家人在这个山区在局樟脑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这个比较深山地区原住民族的这个一个领域，那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风险，也曾经有非常多的一个冲突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打破了我们台湾常会讲说，客家文化，客家人是保守吗？如果你从这种角度来讲，他都可以到深山，非常深山里面，面对不同族群，可能随时有丧失生命危险的这样的情境下，客家人是保守吗？当然不是的哈，这个在山林经济里面是相当具有冒险精神的。这里透露出来就是说，客家文化它其实是在变动的。在这不管是过去的5次的迁徙，或是南元说，或是来到台湾的这个文化，它其实都面对不同的环境，它不断的形塑。也就是说，客家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那在动态的情况之下，它会孕育出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形态呢？它基本上也是多样面貌的哈。所以在东南亚这边应该也有不同的面貌，跟台湾的面貌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那如果说我们把环境的因素加进去之后，我们再去比较台湾的几大族群的话，我们还是可以隐约可以看到说，因为客家乡亲受到这个环境都在这个所谓山林的经济在耕作在生存，所以它也发展出了一些非常务实的一些特质出来，比如说比较节俭、比较勤俭，因为怎么样？因为环境的资源太过欠缺了，所以呢很多东西是不浪费的。所以我们北台湾就有酸甘茶。3个月已经拜不用的酸甘，一般人都丢掉了。我们不会把它丢掉，我们会怎么样？把它加入茶叶，让它酸碱中和，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酸甘茶。所以呢，面对的环境，其实都更重要一个精神，就是展现出了非常适应环境的这种生命力，还有它该有的一个智慧。那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三个客家产业跟文化的关联性，就是第一个就是真。第二个就是善，第二个就是美。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呢，因为环境物资缺乏，所以很多东西怎么样，都是讲究实用，都是不浪费。所以做起事来，或是在从事这个产业的运作，都是怎么样，都是真材实料，也不会多加1分，也不会少减1分。第二个就是比较属于善，就是说从天敬地啦，因为都靠这块土地的生存，要不要珍惜爱护这块土地呢？一定要爱护。如果你过度糟蹋它了，那可能明年就这样欠收了，所以对土地是友善的。那也因此呢，所以在整个产业的运作方面都是怎么样，友善农法啦、有机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看出客家产业的特色。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简约的美学，好，因为很多东西都讲究比较质朴实用，所以呢简约，我们说简单不简约，它其实是一个简约的美学。所以我们可以从客家文化它适应环境之后所展现出了这个产业的一个特质，就是有兼具这真善美的这样特质，这是台湾客家的一个特色。唐以高虽然讲哈，大家来做客人客人爱听啊，做爱好做生意哈，有客人爱好啊，去客家庄买东西，真好嘛哈。真好。哎呀，拄拄顺来说哈，来请教王教授啊。新加坡啦吼，新马哈，多带点来产业吧，行业那研书哦，比如我哋读哦，有乜个特色冇？
在殖民地时代，那个英国人在新马那管理的时候，基本上他是采取这个间接管理。所谓间接管理，他就是不直接来管华人，华人的移民自己管自己，啊，那福建人管福建人，客家人管客家人，所以呢，客家人呢，他们就必须要组织自己的会馆，哈，来照顾他们的那个族群的那个福利，然后呢，他们的产业也因为这种比较方言群封闭的这个社会的组织，他们的产业也有他们的特色。啊，例如客家人里面主要的产业包括典当业啦，包括中药业啦。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中药业大家都知道那个福报别墅，就是福文府，对不对？那个万金永哈，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开始在缅甸就是做这个中药的，但是福文府、福文豹两兄弟发扬光大。大家可能不知道，福文府在请他的员工的时候，都要请他永定的客家人，啊，其他的他都不请的，啊，所以。他要这种中药业也要一点技术，对不对？很多是从学徒开始做起的，啊，所以就变成很多早期中药业的话，都是在新加坡都是那个永定人。典当业也是如此，典当业是大埔人在垄断的，因为那个也是从学徒开始那个带起的。但是到了殖民地时代后期，就是战后独立了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方言群自己分治有这个群体的时候，就慢慢被打散了，啊，因为尤其是各国那个新兴的国家成立了之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成立了之后，不再有这种很明显的方言群的这种产业啊，所以今天的新加坡，你仍然还可以看到中药业跟这个典当业。基本上还有客家人的痕迹，但是我们不能够说都是客家人垄断的，其他的族群的人也都进来了，啊，这个是整个时代的发展可能有一点关系。至于说那个新兴的那个产业，就是文创的那个产业，我最近有发现到有一次啊，跟文创产业有关的活动，就是刚刚开始这个罗老师提到的，对不对？不是本土自发的，而是带进来的，就是从台湾这个屏东的深耕永续发展那个协会到新加坡的茶阳会馆去做了一个展览，那个活动非常成功，很多新加坡的客家人啊，原来那个槟榔那个还可以做成槟榔扇啊，原来客家人这个花布也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卖钱的这个产业，对不对？对他们来说是大开眼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可能以后慢慢会有更多的客家的那个文创产业在新马这一带，慢慢起来也不一定。张先生需要讲话好，没有啊，因为我本身就研究华人商业史，然后其实如果打开来看，可以看得到，华人他们不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哪里都好，或者在东南亚都好，其实那种我信赖的人，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传统啊。其实不只是客家人，任何一个方言群，甚至是北方的也是这样。然后甚至，而一个可能我们在客家研究、东南亚客家研究看不到，就是没有那种保证人的制度，可能，这个是我看到的，可能就只是在就是中国的北方还会有的商业传统。就大概补充一下这样子。頭先王慶雄教授講嘅嗬，我們了解到客家人唔係講天生做不改哈，好像跟這個環境啊哈，甚至這個政治啊，還有這個各方面條件哈情況下會產生不同的。那李老師可以講一下，那馬來西亞的客家人哈。它的在地產業或是文創產業的發展情況怎麼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台灣這個元素其實很重要。我講這個要推到那個什麼客家運動，到後來客委會成立這個因素之下，我發現客家的這個文創產業其實對於那個所謂的馬來西亞，其實這10來年確實有一定影響。比如說新山就是馬來西亞最南方的新山的客家工會，他就想說要模仿台灣去做這個商品，有客家的這個商品，這個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萌芽的這個部分。
为什么前面我提到这么重要？现在你看，从客委会成立到2003、04年，肖新煌老师、张伟安院长开始进行东南亚研究，到现在我们这样子陆陆续续的不断的去到东南亚，其实这个每一次的过程，在这个研究、互访、讨论等等的这一个，还有其他团体也会加入进去的时候，其实让那个客家的意识，当地不管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其实都会有那个客家意识，慢慢的燃起来。他们觉得哦，因为他本来是华人、马来西亚人或者新加坡人这种认同层次是在最上面的，客家层次是被压在可能第3、第4的这个部分。但是慢慢我在研究，他们就开始觉得哦，我们要有那个所谓客家意识，可以提倡客家文化，会发现很多的这个部分。举个例子就好，最近的一个例子，像嘉应会馆这个部分，他就跟当地的大学合作，说凡是有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学生学子，不管是不是客家人或黑唔黑，他都会给予什么奖助学金。这其实是一种以前是不太会有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台湾这个因素，其实客委会这10多年来做的这个事情，其实确实除了在台湾这个方面之外，其实也对于东南亚区域或多或少都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固然这种影响其实它不会发酵到最大的一个能量，但是现在慢慢，其实已经累积起来，大家会觉得，哎，我是客家人这部。最后一点，我想回应一下罗老师刚才的问题。河婆人这个，在2战结束之后，可能河婆人他总觉得自己不是政客，政是正当的政客的这个概念，他觉得他们是比较有处于劳力的，读书比较少的。所以你问他，如果在2战结束没多久的这个时间，你问他，你黑没客家人，哪唔黑，哪系河婆人，他会有这样回应。但是现在呢，现在因为客家的意识，他会说我是客家人，我也河婆人，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竞争。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哈，一开始谈到商业谈到东南洋那个行业啊，讲来讲去还是生存啦，为到生存下去，大家相亲盼法，佮你还有新的一种客家认同，唔单止我台湾客家认同，可能係幾多南洋嘅睇世界哈，華人然後行人那個新的文化認同啦哈，今日嘅時間差不多到呢位啦哈，新聞睇世界哈，嚟收看新聞思潮。